道。再来看越南富国岛旅行团旅客伫当地无人带团接待的争议，佮继续的探索。二代旅游甲在地旅行社是互相杀责任。咱国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是表示讲，要求业者停业3个月处分，会赶紧来处理。越南当地旅游局嘛表示讲，二代旅游无付钱予当地旅行社，也毋过当地旅行社嘛无依照规定签约，买来处罚。咱国的金管会嘛表示讲，受到影响的旅客是无法度以旅游不便险来理赔，也毋过针对团费，旅客是当要求信用卡银行以争议款来处理。乒乓协会工作人员电话接袂煞，真侪旅客拢是打电话来问讲，那是伫越南富国岛带团被放鸟的代志。但是台湾组团的旅行社二代旅游，甲越南的地接社处理的做法，互人质疑伫咧互相杀责任。即嘛，台湾甲越南官方拢表示会处罚业者。越南媒体报道讲，金刚省旅游局认定二代旅游无依照协议付款。也毋过地接社宣布终止服务，虽然是保留定金，并且继续服务甲收费，无依照规定签订合约，就要罚地接社。因那二代旅游相关的财主，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上紧后礼拜出。消费者保护法的部分就是3638里面的停业三个月，这应该这个观光署会赶快做一个处理了哈。停业3个月的部分，因为怕他现在又继续出团又有发生问题。王国材重申对业者动罚，若会当甲因停业，也要按照出团的数量，每一团罚上悬5万。也毋过二代旅游2月底到4月底进前，一共差不多430人等出团，就惊讲若带团了也会出状况。观光署强调，若是业者要被财主停业，就要办理退费，或者是甲旅客转予其他旅行社。如果认为在越南当地自费了$720，或者是当初在国内向年代旅游购买行程的团费。相关的账款有上开的疑义，就可以依照定型化契约范本来向发卡机构申请争议账款的处理。在这个旅行不便险的部分目前从这个情况看起来，似乎是没有符合承保范围哈。规件案件还佫伫咧查，虽然保险局讲旅客无符合旅程取消或者是变更保险承保的范围，依照旅游不便险是无法度理赔。也毋过银行局是强调。旅客对已经纳的团费若是有疑虑，拢会当依照规定向发卡的机构申请争议款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